外籍移工到台湾做事，对着语言甲环境无熟悉，伫工作上迄若无细致，就真够发生职业灾害。为了增加移工的防护意识，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为108年就开办职业安全参访的体感训练，这摆是带越南的移工来体验。希望让这些移工能够学习到正确的安全卫生知识，并且将这些正确的安全卫生知识呢，带回去分享给公司里面其他的移工，来具体降低职业灾害的发生率。无论是高空作业，还是传统的车床操作，拢会使透过 VR 模拟来体验，这比看影片更会使体会到发生意外时所造成的影响。另外，有台湾的企业干部做来参加，真侪人拢是头一摆，感觉讲这个活动真有意义。